成日發夢話要住複式啊，有花園又要有露台，呢度唔使再發夢啦，直頭就係夢想嘅實體化，2層半，實用300方，呢套係咪你嘅 dream house啊？3樓係個粵式嘅露台啊，業主將成層做咗個好別致嘅花園，遠處仲可以望到西之江同金珊瑚添啊，下邊仲搭咗個植物棚啊，哇，睇下啲花幾靚，唔知係咩花嚟嘅咧？呢度仲有個水瓜。成層到空間都唔細，都有60幾個平方左右。中意種花、養植物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落到嚟2樓啊，都一樣好別致啊，有半層都係花園仔啊！哇，呢個業主搞到好似成個空中花園咁。入到嚟呢係成個主人房嘅空間嚟喎，一共做咗3個功能分區啊，書房、辦公同埋裏邊係個主人房啊。你個隔檔好有感覺吓。入到嚟主人房呢度啊，呢個係佢嘅洗手間。主人房嘅空間都唔細嘅，我哋喺出邊望都可以望到我哋嘅一江一湖啊。我哋落到嚟1樓啊，左手邊係我哋嘅入戶門，右手邊係一個南北通透嘅一個大廳啊。成個廳包括門口玄關位置啊，都有60幾個平方嘅。南北通透，前面陽台做咗個風窗設計啊，望出去景觀同2樓嘅係一樣嘅。呢個大陽台前面可以做晾曬區啊。呢套頂樓複式啊，產權面積157平方，實用面積達到300平方啊。當年業主啊，軟硬裝一共花咗90幾個，但大部分時間啊都喺外地啊，所以呢套房其實係好少住嘅，所以成個裝修保養都好好啊。1樓一共有3個房啊，而且每個房間空間都唔會細，都係10個平方打上。次主人房啊，包括埋洗手間啊，有接近19個平方。好啦，呢套實用300平嘅頂樓複式啊，喺東江新城片區，裝修保養得唔錯。如果你想揾大露台單位又懶得裝修，可以考慮一下喎。咁我哋下期見吧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